你没事吧？洛渊，你认识我？你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有个人在等我。但我走丢了。那你赶紧去找他呀！我已经找到了。那就好，你都这么惨了，我相信他一定不会怪你的。对了，这个玉佩是你的吗？我在河边捡到的。好好，我给你就是了。那，你以后在河边小心一点啊，别哭了。玉佩已然完成，所以这果真是最后一次了吗？弃我往矣，杨柳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我回来啦！哇，3月3荠菜煮鸡蛋，荠菜能去春瘟。哎，菜娟子累了吧？好香啊，阿爷。多吃点儿，补身子。吃。公子，此相思曲是我所作，但尚未完成，你为何会吹奏？若无相思之意，何来相思之曲？你是那日湖边的？是我。我叫沈不言。你跟踪我，你究竟有何企图？抱歉，姑娘，我所剩的时间恐怕不多了，所以咱们做个交易怎么样？你陪我做3件事，我如实回答你3个问题。姑娘放心，这3件事既不违背道理，也定是你能做到的。不干。为何？
第二问，这首曲子是我所作，你在哪儿偷听的？什么时候听的？也不能算是偷听吧，是在一个水边的亭子听到的。距今为何年？你反问我，外加5两银子。啊，就这么定了。今夕仅凭30年。距今18年。18年。沈公子，你这骗术呢还有待长进。我今年方才18，你说18年，那不就是我在娘胎就奏给你听了？我没说18年前啊。18年后？说不定呢。算了算了，你这个人一句真话都没有。最后一问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好好回答，不许骗我。我看你天资聪慧，是块璞玉，所以想教会你些东西，这样你就不会再被欺负了。你看我这样子像是会被欺负的吗？对，你那些君子都是自愿送的。你监视我什么呀？你好好想想吧，是先听听我教你什么，还是继续给人送君子？好的，我姑且看看你有什么能力。你要教我什么呀？你头上有叶子。哦。这里视野开阔，僻静清幽。我们开始吧。好。第1课。见微知著。你看这个，看出了什么？君子呀。对，你再仔细看看。还是君子呀。是，我知道他是君子。我让你透过事物看本质。银子。你就全当他是银子。那木间公子拿了你1箩筐银子，这么理所当然，你发现了什么？那他肯定收了很多人的银子。然后呢？然后，他们家俸禄不多，却那么有钱，还能买得起那么大的宅子。继续。那他为什么还要拿我的君子呢？你现在想的是他对你做的事，压迫你的事。你真正要想的是，该怎么反击。哎呦，你小点声！他爹可是木监大人，我们只是平头百姓，而且我弟弟还在他们家做马官。你到时候给我的10两银子，我还要拿去给我弟弟赎身呢。我们怎么斗得过他们呀？景平皇帝厉行法治，乡里却毫不知情。看来变法失败是有原因的。什么是法治？法治，就是不管他是谁，只要犯了法，拿出证据，公堂之上就可以定他的罪。那证据又是什么呢？证据是下一课。来了！你倒每天都很守时啊。你讲的东西我没听过，爱听，当然守时了。是真的爱听，还是为了银子？爱听也重要，攒银子也重要，我都想好了。等我攒够了银子呢，我要给陆石赎身，还要买一架属于自己的空吼。
我想问你个问题。你说。如果你知道一个人10日后会死，你会告诉他吗？如果知道这个人10日后会死，我当然不会告诉他呀。因为如果我告诉他了以后，那他剩下的9日得有多痛苦啊！他不会再有心情去倾听动人的曲子，也不会为春日的花香驻足，更加不会有胃口去吃遍这世间所有美味的食物。哪怕有再好的事儿，只要一想到10日后会死，他都不会快乐起来，对吧？所以你今日到底要教我什么？关于法治，你学了很多了。接下来要开开眼界了。天下9国，圣国地处东南，北为北列，西为西戎，是圣国的2大威胁。这是琉璃谷，所以你看出什么了？你直接告诉我不就好了，干嘛还反问我啊？我要你自己想，以后可没我帮你想。为什么呀？有你在就好啦。啊，好，你别生气，我想就是了嘛。琉璃谷是天险，所以作为入关口的火风堡，它是守住琉璃谷的重要城池。你很聪明。继续。还继续。守住琉璃谷，江都才不会沦陷，对吧？这是什么呀？做法？他的意思是没错。没错。还有很多意思，比如好，没问题，相信我。哦，我们圣国倒是没有这种手势，不过我学会了，相信我。宫、商、爵、清爵、止、语、变宫，每一个错音和错音之间的间隔都指向了《诗经》的某一个位置。这样你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传递消息了。那我岂不是要把整个《诗经》背得滚瓜烂熟啊？当然了。可这些东西对我又没有什么用。等你用到的时候就晚了。秦风无衣，第32字。是。可以吃饭了。烤鱼。喂。快背。别渴了，快，喝点梨汤。谢谢。我来。你这咳嗽老不好，多半是因为每天讲话太多了。上次咱们说到射手座了吧？射手座，你是不是该学点武艺防身啊？这个我可教不了。那你可小瞧我了。好，哎，错。可以啊。哎，你阿爷不是不让你和陆石习武吗？我阿爷只是怕我和阿石步阿爹的后尘，但是我和阿石知道，如果阿爹还在世，他肯定会支持我们的。我已经没什么能教你的了，还剩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。阿渊，不好了，阿石他出事了！周公子，等等，周公子。阿渊，我来。阿爷。公子。阿石。何必这么心急啊？你又是何人啊？敢管本公子的事？他们与我无关，我是好心来劝公子，莫为一时之快，误了大事。哦，就这几个贱奴，能坏我什么大事啊？公子，借一步说话。你这个小子，快把这凭证
您看啊，这陆小花虽然是个没出息的预备兵，但是大战在即，你动了她，军队一定会严查。这一严查，恐怕就会牵连到您呐。那又如何？有我爹在，他们能奈我何？是，但您为了一个箭毒得罪了军队，需要动用你爹的人际关系，这不划算啊。再说了，这一个箭奴您什么时候处理都行，何必当着传令官的面，对不对？你说的好像也有几分道理。来，君。那行，陆小花的罪我可以改日再定，但这姑娘我必须带走。公子，这姑娘可对您心中有恨呢。您把她留作枕边人，不怕她伺机报复吗？那我把她卖到窑子去。周公子，等等。俗话说有恩报恩，有怨报怨。这姑娘呢对我家有恩，所以阿渊也想报恩。哦，陆妹妹，那你是想？我想代替这姑娘。陆渊，阿姐，好啊，此话当真？此话当真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哎，陆妹妹向来听话，我自然是有求必应的。你说，我不能做妾，必须明媒正娶。好，那我就明媒正娶。公子，这恐怕不太妥吧？有什么不妥的？就这么说定了。不过，我也不是傻子。你说，你要是跑了怎么办？不如这样吧，陆妹妹，在我娶你过门之前，你先跟我回府，怎么样？公子不安心，那我自然会让公子安心。但是阿渊有个条件，在未过门之前，公子必须以礼相待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那未来夫人，我们回府吧。阿姐，阿姐，你谁呀？你拦着我干嘛？你阿姐让我们相信她，我们回去等消息。怎么样？诗经给我。啊？诗经。哦。可脱身，可脱身？你确定？我相信他。小道消息，听说那陆家姑娘凭借一己之力打入了州府，混得如鱼得水，不出半个月就找到了罪证，现在不仅全身而退，还把他们一锅端了，是吧？活该。就是，人在做天在看，真是报应啊！阿姐，真的是阿姐。来，后发制人，釜底抽薪，都是你教我的。后之发，先之至，此用兵之要术也。阿石当了兵，说话都不一样了。阿姐，士别3日，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只会嚷嚷的阿石了。我先带马儿进去了。走吧。看来你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。都是沈公子教的好。有些话，终于有机会跟沈公子说了。沈公子还欠我最后一节课，我想
等这节课上完了以后，找一个只有你我二人的地方，对你说。这最后一刻，便是断舍离了。什么是断舍离啊？我要走了。走？你要去哪儿？可能回家乡吧。家乡远吗？远，可能很久都不会再见了。保重。书写的红颜，回眸拂流间，当千年陈言，我转身逆流而上，逐你的节拍。四目那一刹碰撞，历千年沧桑，奈何注定被遗忘，时间线缠绕，再也等不到。小姐，别看了，人都已经走了。说不定他还会回来。相逢几度我执迷倔强，不惧世间风火乱，向着你方向，再握住你手掌，抚你青史荣光，这份情依旧痴狂。几度相逢几度望，拂去你泪光，总是后世写不下有我的序章，愿自情不沧桑，站在故事终章，再与你初见模样。